咪。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將一間大屋隔成一個個狹窄房間，再租俾唔同嘅人，佢哋又被稱為劏房戶。據2021年嘅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全港約有10.7萬個劏房，直到現時已經超過11萬戶。劣質環境、缺乏安全，一直都係香港底層家庭面臨多年嘅困局。然而，卻有啲人喺呢啲不宜居住嘅劏房，甚至更惡劣嘅住所生活長達10年或以上。因此，喺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入邊，宣布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並提出推行減學房制度，淘汰劣質劏房。減學房標準最少要8平方米，即86平方尺，而且必須設有對外窗戶及獨立廁所。根據房屋局嘅規定，合資格嘅減學房必須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牆身用內火分隔牆分隔，確保住戶安全。每個單位都要配備獨立水電錶，方便租戶管理用量等一系列嘅措施。而當中劏房業主需要喺2024年第4季起12至18個月內向政府登記單位，並且有約24個月嘅寬限期維修同獲取認證。而據政府統計，其實只有70%嘅單位只需要簡單執修便可能符合標準嘅要求，唔會造成大量嘅不便。而今日衡量辯題嘅準則就在於推動此制度能否改善本港弱勢住屋環境，以及有利於整體房屋規劃，咁辯題就理應成立。我方支持辯題原因有二：第一，保障劏房住戶衞生及安全。劏房嘅衞生同安全隱憂係無下限嘅存在，廚廁共用，甚至個馬桶仔個床嘅隔離都唔係咩新鮮事。據香港社會組織協會2024年嘅調查報告就顯示，現時有40%嘅劏房通風欠佳，甚至面對住鼠患，對於住戶嘅健康造成長期嘅影響。而此外，因為缺乏防火嘅設備而發生嚴重火警嘅案例更加係常見。19年灣仔鴻運劏房起火，2死8傷；21年3月油麻地寶祥大廈大火，1死11傷。因為現時劏房環境令火警更易蔓延，亦都增加咗救援嘅難度，所以先會有如此嘅悲劇。但係喺新制度之下，如果將會無窗戶同埋冇呢個消防設備嘅單位出租，即屬於犯罪。以法律嘅阻嚇性，能夠強制要求業主改變環境，避免咁樣嘅悲劇不斷咁上映。而第二，宏觀而言，有利於本港整體住宅發展。香港地少人多，樓宇密度高，衞生安全看似只係劏房住戶嘅風險，而實質上其實係影響緊整體嘅社會。全球經濟及金融所務所長莊太量教授就指出，劣質劏房居民係經濟、教育同埋醫療等等嘅困難，對於社會造成一定嘅負擔。例如深水埗同太子都係鼠患劏房嘅重災區。老鼠會跟住啲渠周圍走，跑到其他嘅住宅同埋商戶，影響附近嘅居民同埋街區衞生嘅問題。所以早喺2021年，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喺出席香港國安法1週年嘅研討會上面，就指出咗香港必須要告別呢啲劣質嘅房屋，而且係第2個8年嘅目標。而最多人選擇嘅劏房係整個計劃嘅第1步，亦係最重要嘅起點。想問有方，劏房問題困擾多年，唔通繼續蒙住雙眼，反而對社會整體會更加有利？多謝各位。主席、評判有方同埋各位大家好。雖然有方4分鐘以前，但發現有方犯下最大錯誤，就係誤以為減學房規管制度唯一一個能夠幫助到劏房住戶唔再需要住劣質劏房唯一方式。然而政府喺2024關於解決劏房問題嘅施政報告明確解釋出，劣質劏房問題來源係至於公營房嘅土地供應長期不足。而處理呢啲問題嘅方式上政府喺施政報告亦都同大家講，處理劣質劏房需要逐步有序咁推進，必須配合公營房嘅供應步伐，唔可以操之過急。所以政府喺未來5年
政府會喺未來5年會有21,000個過渡性房屋會落成，喺供應上面，未來5年房委會同埋房協共同可以提供約14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去俾啲低收入人士住。所以政府喺公營房嘅未來方向，透過簡約房屋、過渡性房屋同埋公屋嘅配合，就已經有完善嘅方式去解決質樸嘅問題。關於現況嘅劏房，根據香港房屋署諮詢文件指出，現況香港有約11萬個劏房，有26%嘅劏房都唔超過8平方米，大概真係有3萬個。劏房住戶上面，劏房住戶超過20萬人，劏房住戶收入中位數比起其他普通住戶嘅收入係少咗45%啊，只有12000蚊，甚至喺住戶入面，仲有40%係非就業人士，可見劏房收入劏房住戶收入非常低迷。而衡量點係，就睇下今日推行減學房規管制度，能唔能夠跟住劏房租戶嘅能力提升生活所得？我反而話唔能夠，原因有二。第一，改裝問題諸多，住戶叫苦連天，因為推出咗減學房制度，唔符合減學房規格嘅劏房全部都要升，全部都要改裝。本土研究社指出，當需要改裝嘅時候，只有3萬個家庭被迫搬遷，但因為劏房作為單一單位分間嘅住屋，只要有一間需要改造，其他就會牽連到其他嘅單位嘅分間結構，最後改裝影響嘅唔會影響到10萬人被迫遷。所以難怪全港基層爭取住屋權益會指出，劏房被取締之後遷安置，令基層嘅處境變得更加困難。想問有方，係咪今日為咗符合減學房制度，實行流離失所先係有方覺得嘅利大於弊呢？第二，租金上升增加住戶負擔，即使成功因應減學房規管制度改裝，喺事後居住仍然會出現問題，因為要按照減學房規管制度改裝，香港業主會會長佘慶雲都指出，賤放市價底下需要15萬去改裝，但因為按照減學房規格去改裝，業主需要投入60萬去改裝。但正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當成本上升嘅時候，業主冇可能再以每個月2、3千蚊嘅低租金出租，預計租金會提升到6,700，提升幅度係高達200%啊！最後想問有方啦，當劏房租金上升200%嘅時候，啲低收入人士同埋非就業人士點樣去承擔呢一啲租金嘅上升呢？多謝各位。
兩件事。第一，有好多認同今日嘅劏房戶入邊要解決嘅衞生環境衞生同安全問題係需要解決。第二，有好多承認我方制度係可以解決到呢啲嘅問題，地處成立，自然有方所言。咁社會各界包括現時嘅住戶對於淘汰劣質劏房基本上都係認同，即係如何安置佢哋，會唔會被逼流落街頭，係佢哋最擔心嘅問題。針對呢個爭議，首先我方都有提出，其實有70單位係只要少量嘅執收就可以，從數量上比較，受影響嘅人都係佔少數。而且政府講咗，未來3年會供應大約16萬嘅公屋單位同埋3萬個簡約公屋，而且1年內都可以供應2萬幾個過渡性房屋，足夠安置受影響嘅3萬幾個住戶。但係有公屋就擔心有業主會想提前裝修，所以會預先趕走翻住戶。咁我哋係咪可以分批安置佢哋去唔同嘅過渡房屋？想問下有方係咪3萬幾個要大修嘅劏房都會同時裝修，所以過渡措施會供不應求，實際需求超出幾多，有方需要論證。至於唔同類型嘅安置房屋，立法會議員就提出建議政府係特殊情況彈性處理，例如批准輪候公屋未足3年嘅都可以申請過渡性房屋，或者將簡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嘅比例由8:2變成7:3嘅配額比率，就足夠應付臨時唔續約嘅居民，同時減少短期內2次搬遷嘅問題。相反，有方嘅擔心拖慢進度先係對社會造成更大負擔。香港浸會大學同與世界綠色組織研究團隊喺2013年去咗荃灣、旺角、觀塘、葵涌等4地區嘅劏房考察研究，發現住所內嘅細菌含量比室外仲要高，增加直接死亡風險。2018年，中文大學係對健康同經濟嘅影響研究中，更係進一步證實呢種居住環境導致每年會有6000幾人提早因為空氣污染而死亡，並帶來大約5380萬港元嘅額外醫療成本，累計生命價值大約991億元，直接經濟損失大約1.85億元，係整個社會嘅損失。所以我方今日要改變現象，唔只係為咗呢班社會弱勢，更係顧及整個社會嘅利益。有乜你覺得你唔係住劏房，所以影響唔到你嘛？但係講個殘酷事實同你聽啦，事實情係其實你哋可能共用同一個供水系統，因為佢哋嘅衞生問題，條水喉受到污染，蛇蟲鼠蟻爬行，你仲覺唔覺得係影響唔到你啊？多謝各位。在座各位大家好，一副位置簡單歸納有方，就係簡樸房制度能夠令啲人嘅生活質素上升，所以係利大於弊。其實今日我哋雙方都係站喺同一個陣線，就係尋求一個方法去幫助佢哋嘅生活質素上升，甚至係可能最後係擺脫到劏房呢個問題。但當今日我方問有方，當租金上升到200%嘅時候，啲低收入人士或者非就業人士點樣去承受呢筆租金嘅上升呢？有方幫出資料同大家講話，只係70%只係需要少量去改裝，租金並唔會升太多，負擔自然都唔會太大。先唔講有方逃避問題，逃避咗回答30%如果需要面對巨額租金上升嘅租戶點樣負擔？但有方即使70%只係需要少量租金上升，有方又點樣論證對於嗰班月入中位數只係得15000蚊嘅住戶嚟講，嗰啲租金上升對於佢哋嘅負擔係唔大？有方你要論證，但最重要嘅係當個30%面對巨額租金嘅上升嘅時候，有方都唔反對佢哋負擔唔起。若然租戶連租金都俾唔起嘅時候，又點樣可以提升個生活質素？又點樣可以對嗰班租戶利大於弊呢？所以其實嚟到呢個位置，有方嘅生活質素嘅利處已經講唔過去，只係同大家講話，政府提供嘅地方俾劏房住戶喺改建劏房居住，至少有3萬幾戶、10萬幾戶，有方你喺邊度揾出嚟俾佢哋住？咁地方點解你唔直接俾佢哋住嗰
係幾多，其實就係想大家明白，住緊劏房嘅住戶其實追求唔係生活，其實係生存。試諗下，當我收入得15000蚊嘅時候，講緊租係最平嘅樓，用最少嘅支出，咁嘅錢同我哋講話用10134蚊。當今日政府無啦啦舉住我哋要生活質素好啲，橫空舉出一個推出一個減學房規地，我要我無啦啦俾人逼遷，或者要俾多2至3千蚊嘅租金去嘅時候，咁就同於喺個棚度搶我錢有咩分別？所以第二個問題我哋就問啲劏房戶點樣諗？當減學房改裝成劏房嘅成本轉嫁喺劏房住戶嘅身上，只會令佢哋承受更加多嘅壓力同埋輪廓生活，令到真正嘅減學房俾人講學房，究竟係咪眼科有方嘅？最後想問有方，當今日一班劏房住戶喺短期內因為減學房管制度俾佢哋逼遷嘅時候，有方點樣解決呢？多謝各位。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話租金上升嘅問題，我方方面已經回答咗。然後有方話而家啲市民負擔唔起，係因為而家政府已經有3萬簡約公屋，咁有方係咪想要令衞生問題更加嚴重呢？可能對於啲基層嚟講，有個屋住有瓦遮頭已經好好，但係社會嘅責任係進一步考慮佢哋嘅專業同需求。有班小朋友喺劏房連做功課同溫書嘅空間都冇，食飯同坐喺個馬桶隔離，長時間喺個不透風嘅空間度，對佢嘅身心發展都極為有害。香港社區組織2024調查中，聆聽到劣質劏房住戶嘅需求，當中有超過60%認同政府要改善淘汰唔合格嘅劏房。雖然安置問題仍然係佢哋最擔心，但僅有1%嘅受訪者認為過渡屋未必幫到佢哋，剩餘都有信心認為會得到安置。好多劏房戶有唔少擔心係正常，大部分政策推出都必然需要大眾配合，過程必然嘅會受影響，所以我哋要比較係呢啲影響只係短暫，而且可以減少，定係長遠嘅價值更加重要。例如為咗街道安全同行車順暢，政府要修路，喺修路過程一定會有噪音，封鎖道路會令大家喺施工期間塞車，咁係咪就代表事件就係一定係弊大於利呢？有房東嘅擔心劏房數量減少，或者裝修所產生嘅費用會令劏房租金上升，基層難以負擔。一方面，政府可以考慮改建更加多嘅過渡性房屋，並且延長居住期，而且同時配合現時房屋政策安排上樓，咁樣就可以減少社會對劏房嘅需求，防止租金上漲。另一方面，當政策要求業主要登記單位，政府就有條件去落實立法會起始租金機制，控制劏房喺市場上嘅價值。以往因為冇登記，所以差餉物業署難以估計佢嘅市價。依家反而推動咗呢項政策，避免住戶被硬食租金。有一班老人家已經住咗大半世人，今次好似麻煩到佢哋。但係問下在座各位，我哋而家係應該要反省點解佢哋咁樣環境生活咗大半世呢？多謝各位。示威。你出街份，就到各位大家好。雖然一句嘅前中要話，大家應該都聽過，大家當然都知道出街份唔好。我方同學都覺得出街份唔好，所以當我跟有方一部分有方，跟緊一班劏房住戶係短期內因為減土房規管制度又俾人逼遷嘅時候，有方打算點解決？有方話政府有地方俾佢哋住，但今日要俾逼遷嘅住戶最少要10萬，10萬又會受到影響嘅時候，
政府係現時邊度有地可以俾佢哋咁多人住，所以呢啲已經唔合理。之前條有分世界，即係有地方俾佢哋住，咁點解要自己俾佢哋喺嗰度住？之後咁多幾年有公住，而家要斜嚟咁好同區個制度呢，聽唔到，唔知道。所以短期問題上，有方講唔過去，只係要跟隨幾個位置。第一，有方話提升生活質素同埋香港嘅聲譽。面對住租金上升難以負擔，點解要因為支達唔到，租金要反雞，咁樣捉急緊個提升香港嘅聲譽同埋嗰班香港住戶嘅生活質素呢？第二，有方話政府資助，點解政府有足夠嘅資金支援佢哋？政府動身學生資助計劃2000萬蚊又取消咗，財政赤字何嚟會有多餘嘅資金？咁今日政府已經做咗唔同嘅規劃，幫助香港住戶，例如輕技工同埋等間政府梗係已經幫咗佢更多。點解而家仲要俾多一筆資金佢幫住香港住戶交租呢？係唔係香港住戶一有問題就即刻去幫？所以嚟到預付嘅位置，不同時下雙方嘅遠景非常高低。今日業主要下間劏房區個資料先可以租地俾人住嘅時候。咁聽嚟佢哋需要佢改裝，更加要佢班住戶先去出面租其他嘅樓，之後再翻嚟住。今日美國先訪問咗一個自住劏房嘅余小姐，佢同大家講，因為業主主要將唔合適嘅劏房改裝做簡套房，同埋申請嘅時候就逼佢哋不遷已經係一件壞事。更加壞嘅係佢哋叫做佢嗰啲劏房住嘅時候，佢哋發現佢根本負擔唔起其他劏房嘅租金。所以余小姐都同大家講，政府完全冇考慮過如何安置受影響嘅劏房市民。當租又租唔起，睇住又冇地方住嘅時候，平民就真係要瞓街。但係喺我方世界下，我哋只需要等多5年，等政府可以起到住夠嘅過渡性房屋或者簡易公屋嘅時候，預言你今日真係即刻急平衡，住嘅環境急過你嘅時候，咁咪去做公屋咯。你其實有可能你負得住先㗎，咁咪可以先係過渡性房屋，我哋揀住公屋先住先，之後其他公屋住戶上層樓之後就做公屋。當我方完啲人可以做公屋住過渡性房屋，做緊公屋，而唔係佢哋對佢住不遷嘅時候，嗰陣時佢哋真係安居樂業，真係嚟俾到呢個位。應該咁講啊，但係我又想問下有通同學啦，嗱，你既然咁強調要提升呢一個衞生
衞生啊嘛，咁同埋消防設備等等。其實而家我哋根據我哋建築物條例第123章，佢應該佢已經清楚列明咗係需要消防、水電錶呢啲需要受到規管。咁其實我哋只係執法問題未夠權利，我哋應該要加強執法。咁加強嘅執法之後咪得咯？咁再講之後，咁其實有乜同學所講話呢個唔係唯一嘅方法，即係其實佢呢個都可以係方法，可以係地處啦。咁我方呢邊先修改咗先，咁再講喎。咁其實咁有方認，咁有方今日係咪？咁有方其實今日校中影響嘅其實得個3萬嘅兒童自我安置，咁呢個方法，咁呢個有方所講嘅壞處其實已經消除咗嘅喎。有方你定義咗，即係你當嗰3萬唔係人，你由得佢哋係由得佢哋冇屋企住。咁如果嗰3萬係你嘅話，咁你點樣算啊？你係咪就係因為政府嗰7成搞掂咗啦，咁所以咧你3成我唔理佢啦。咁如果你係嗰3成嘅話，你點算啊？即係我咪話有安置咗嘅咯喎，安置咗嘅，咁有方仲講咩3成啊7成一完成咗嗰3萬，咁而家其實已經安置咗㗎啦。咁我就知道嘅可。你安置咗，所以我咪話咯，咁你咪直接將嗰堆人安置喺政府一開頭設備嗰個地方，咁咪可以咁佢哋就唔使翻去之前劏房我哋俾佢當人。咁而家其實都有，咁而家都要好多人排緊隊啊嘛，有兩公屋，然後跟住而家其實佢哋係有個期可以俾你做登記，佢哋唔係永遠住喺嗰度，因為其他人試過其他入水要俾人㗎嘛。咁但係而家至少影響嘅住戶係3萬戶10萬人啦，咁你何來又有政府又有笪地去提供俾佢哋咧？咁所以我方咪啱啱所講嘅咩公營房屋啊、簡約房屋同埋呢啲過渡性房屋，今日安置到佢哋咯。咁受影響嗰7成咁簡單裝修，佢哋都唔使搬。咁嗰3萬就算要搬，佢都搬去咗呢個安置嘅房屋度啦。咁你受影響嗰7成，你又話唔使搬啦，咁都話咗我哋其實加強執法咁就可以直情唔需要呢一個簡學法規嘅制度咯。但係其實加強執法制度，咁我方所講嗰啲衞生問題嗰啲全部點算啊？加強執法。我方唔明白啊！你而家係咪拉咗隻老鼠，佢就可以解決到嗰個衞生問題啊？咁安全問題咧，而家呢個劏房依然唔逼喎，咁呢啲細房都依然存在喎。政官自由辯論時間已經完結，反方上元7年請問要嘅歷史要與否？繼續講。好，如果準備好可以係別嘅時間。好啦，等我幫有方最後嘅總結啦，就係咧佢話政府提供咗地方俾你。反方嘅自由辯論時間都要結束。而家係1分鐘嘅時間，給予雙方就最後嘅論點準備。每一個關於政策嘅討論或者辯論，往往都係
今日雙方嘅目標都係好明確，就係揾到一條路去幫助到呢一班劏房嘅住戶。不妨再一次歸納雙方嘅呢一場嘅討論。有方今日好簡單啫，就係從衞生提高生活質素上面入手，從實際執行上面同大家講完，做完監督房規管制度之後呢，就可以俾佢哋有一個好嘅衞生環境，8平方米住，有獨立嘅廁所、消防設備，令到佢哋生活得更加安全，生活得更加好。若然真係跟咗呢個配置，我方唔反對真係做到呢個效果，但當今日我方不斷強調減劏房規管制度牽一髮而動全身，現況底下至少有3萬戶家庭唔合規格而要被迫搬遷，建造完之後低收入人士負擔唔起租金嘅時候，有方都冇任何嘅方法可以去解決我方嘅提出嘅問題，所以所謂住得好啲同冇得住嘅比較，其實利弊極高下顯而易見。並且若然有方覺得只係需要去更改消防設備，又或者更改水電錶等等，佢哋安全或者唔會俾人濫收水費嘅時候，點解唔係加強執行現況嘅法律，而係要大推減劏房規管制度呢？大刀闊斧咁樣令到啲人冇得住呢？所以喺呢個位置上面，有方根本論證唔到呢個政策係利大於弊。之後啦，有方根本冇考慮到住戶低收入環境底下已經入不敷支，難以應付日常嘅需要，而家仲因為要改變而要揾一個新嘅居住環境，一方面又要考慮1日3餐，而另一方面又要考慮新環境、新租金，更加可能因為月入只有15000蚊嘅情況下冇辦法應付租金，而令到我無家可歸、無可奈何嘅情況之下，被迫喺夏日炎熱、冬天嚴寒嘅情況下瞓覺。所以今日我哋可以見到工聯會同大家講，即使係升級咗減劏房，亦都唔適合家庭居住，覺得家庭應該入住過渡性房屋或者簡約房屋，先至能夠徹底唔使擔心租金升幅嘅問題。反之，其實我方比友方睇得更加遙遠。我方主辯就明確指出咗2024年施政報告處理劣質劏房嘅方法，必須要循序漸進，配合公營房屋興建步伐，唔可以操之過急。並且政府喺未來5年會快速興建3萬個簡約公屋、21000個過渡性房屋、14.100萬公營房屋單位。比起低收入人士居住，簡單概括，即係我等多5年就可以離開呢一個劣質嘅劏房，搬入去公屋住。所以最後班劏房住戶最需要嘅其實係好簡單，就係生存，就係有一直可以能夠安枕嘅地方。而我方要班劏房住戶唔使出街瞓，我要佢哋瞓到公屋，可以瞓得安心，可以瞓得其所，可以瞓到一個好覺。呢一個先至係我哋真正適合呢一班劏房住戶嘅價值觀。因此今日嘅辯題絕不成立。多謝各位。法官辯論時間為3分37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最有請正方辯趙旭偉主席、評判、有關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人點解要住劏房？因為好住唔好處，有啲人住咗大半世，都喺劏房度過。你叫佢哋搬走，同佢哋講要改建好個環境，佢哋會確實覺得冇所謂。可能都已經7老80，仲變嚟做咩？但大家有冇諗過，呢個正正係問題嘅所在。曾經香港有個號稱全球最高人口密度嘅建築——九龍城寨。喺最高峰時期，有高達5萬個人居住，除翻開平均每個人都未必有2架街磚，到底啲人係點住點生存，到而家仲係一個問題。其實審視翻九龍城寨就可以發現到現時劏房存在嘅問題所在。今日有方覺得我哋嘅制度有好多不便，我方唔完全否認問題，呢啲問題都係短暫嘅，但劏房問題、住屋環境係一個長遠嘅措施。我哋要做嘅係正就係諗點樣舒緩現時面對嘅問題。但有方今日口中所謂嘅不便，其實係背後嘅邏輯
際上係唔想麻煩到自己。首先，劏房戶作為社會基層弱勢，如果因為一句住慣咗，叫佢哋繼續住，其實只係社會繼續邊緣化佢哋。講到尾就係理想，講到尾就係唔想理佢哋，唔想負上呢個責任。情況就好似九龍城寨咁樣三不管，個個都唔想管佢哋。既然佢哋已經有一套地下規則，又唔想出嚟影響到大家，只係喺城寨入面，不如大家隻眼開隻眼閉，河水不犯井水。雖然咪有方都覺得有問題，但揾藉口唔想處理。呢個時候，有方又覺得而家係有一班人已經適應咗住慣咗，係佢哋唔想喐，係佢哋自己選擇。有時討論呢個，或者係好諷刺，真係佢哋選擇嘅。佢哋由一開始真係有選擇空間。社會有一套梯度證明住好多所謂嘅選擇根本係身不由己。例如不良嘅飲食習慣導致嘅肥胖嘅主要因素，所以好多人肥胖嘅人係因為佢哋選擇咗唔健康嘅飲食習慣先導致出現嘅問題。但如果今日你係一個經濟弱勢嘅人，同等70-80蚊可以買到一盒沙律同炸雞漢堡，佢哋毫無疑問會選擇後者，因為食飽比健康更加符合生存法則。同樣地，到底係劏房入面住嘅學生，係佢哋選擇唔努力、唔專心温書，定係連枱都唔開張？個屋企根本係無法令佢哋專注。所以嗰班已經適應咗嘅住戶，係佢哋選擇適應，定係迫於無奈呢？咁點解呢個惡性循環我要不斷延續落去？我方明白制度初期一定有好多不便，有一啲影響，但我方無論從利弊嘅數量，以法利弊嘅影響，深遠甚至喺利弊嘅價值上，都已經論證咗其利處係咁重要。如果唔踏出呢一步，其實劣質劏房嘅問題，我哋仲有咩可能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呢？多謝各位。所以都算係有啲形式啦，即係喺度評價咁樣。咁我就住一個內容咧，我再去做少少講評。咁場上交鋒咧，我就唔特別講太多嘅。但係對於正方嘅主線嚟講咧，我會有一個疑問嘅，就係你哋嘅利益處其實係啲乜嘢？因為今場比賽咧，你就話住好啲啦，咁樣跟住咧人哋問咧，咁啲人叫迫遷喎，咁樣你點解決啊？你就話啊，嗰啲人可以住臨時房屋。但我嘅疑問係住臨時房屋就好啦，佢就可以跳上去啦。咁呢啲所
臨時房屋㗎嘛，係咪？住完臨時房屋之後，啲人去邊啊？你哋自己講嘛，佢哋唔會翻去劏房㗎啦，佢哋就係向上流動啊嘛，佢哋就係會上去住簡約公屋，會上去住公屋㗎喎。咁所以呢班裝修完走咗佬，由劏房入邊解決出嚟嘅人，其實被解決啦，所謂逼遷嘅人，佢最尾會喺邊啊？佢哋唔會翻返去劏房嗰度。咁想問下你哋嘅好處點會係改善咗呢班人嘅生活環境？你哋改善生活環境嘅方法就係逼遷，佢逼遷之後咧，佢哋就可以住入過渡性房屋，住入過渡性房屋之後咧，佢哋就可以住到公屋啦。咁所以真正改變佢哋生活環境嘅係咩啊？係過渡性房屋同埋公屋咯。咁而唔係你今日減房房。所以你要同我講咩咧？你要同我講話減房房，減房房行完之後，我由 A 劏房轉到落 B 劏房 ，B 劏房就係裝修完嘅減房房啦。所以我一開始住緊 A 劏房好垃圾，跟住咧我可以搬去 B 劏房 ，B 劏房咧有廁所，消防安全多少少，咁咧成件事就好美好啦。如果呢度講咗利處咧，你係應該要咁樣講啦。咁所以咧，今日呢個利處係咪真係屬於減房房嘅利處咧？我係有好大嘅懷疑，兼且呢個懷疑係一直存在落去嘅，係去到後面咧都冇再解決過。呢個位咧失分係比較嚴重㗎。咁而對於反方嚟講啦，基本上咧反方講嘅嘢都係好正路嘅，咁都係冇位住啦，係咪都係租金會上升啦？但係我只會覺得你哋今日嘅問題咧，就係對面完全唔理你嘅情況下咧，你哋完全係苦無對策。對面今日就唔理你，而你今日完全係冇辦法去逼到對面答你任何嘅嘢。點解咧？因為你哋陷入咗一個好常見嘅通病，就係自證。你所有嘢都要自行證明，但係呢樣嘢係極度危險，因為對面可以唔信啊嘛。如果你講就係真嘅話，咁唔使打辯論啦，係咪先？你講話有加5000蚊就加5000蚊，咁唔使打辯論。個重點係咩？重點係你要令對方同意你某啲嘢，你先可以再講落去噶嘛。咁所以最簡單嘅技巧係乜嘢？就係、例如你喺第2輪嘅盤問嘅時候，你一嚟就話要加租喎，點算？對面即刻同你講話咁起始租金咯，點。跟住咧，對面你就話負擔唔到㗎，政府補貼咯咁。咁但係個加租個位，先係重點㗎嘛，係咪？首先第一樣嘢，你一係就係話即係有方同都同意到會加租加好多。對面有冇同意過？其實對面你場比賽都冇乜對面同意過呢樣嘢。第二樣嘢係咩？第二樣嘢就係加租加幾多？點解會加租？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你問對面啦。有方同學覺得今日即係呢個資料就同你講話咧，加要一個單位要加60萬㗎，係咪啊？我當時揾個資料係40啦，跟住你買60啦，假設係60萬。有方同學覺得呢個資料係呃人咧定係真？對面答係呃人定係真？如果對面覺得係真嘅，咁你就可以好順答喎。60萬有方同學，如果我要5年內回本，我要加幾多租金？你就可以即刻計到條數出嚟，係咪？如果有方同學，我只可以加2000蚊租金，你知唔知我要幾多年回到本？你又可以咁樣問。如果要10幾年先回到本，合唔合理啊？唔合理咯，因為劏房嘅需求去到幾年啊？你哋自己識講，5年內政府提供19萬個單位，而家全世界住緊劏房係幾多啊？20萬個人左右。咁所以呢啲資料處理同提問嘅技巧咧，我覺得反方係好缺乏，以至於你哋有大量嘅資料、大量嘅我會話係優勢喺內容上，但係你哋係完全冇辦法將呢啲嘅優勢咧去轉化成你哋嘅分數。原因就係因為你哋嘅技巧只限於將呢個資料讀出嚟，你甚至唔係喺適當嘅時候讀呢個資料出嚟。例如咩咧？例如正方盤問嘅時候問你係咪可以改善環境，你嘅回答竟然係可以。喺你哋站方唔係可以嘅，因為啲人會瞓街。你都可以話可以嘅，但係個答案唔係可以啦。我當時教緊細點答咧，就係話，有同學今日你環境有冇好咗啊？或者係咪消防安全係咪好咗啊？我教緊細點答咧，就係話天橋底嘅就通風㗎啦。因為喺你哋嘅站方度，佢哋冇得住㗎啦嘛，佢哋逼遷要瞓街㗎啦嘛，係咪？咁所以有方同學話通風唔好，有方同學話防火唔好，佢哋係減
之後防火會唔會好咗？好，因為天橋底唔會着火咯。好，因為天橋底一定通最好咯。即係大家可以有創意啲。你哋嘅站方、你哋嘅立場，如果係要瞓街會住唔起嘅，你就要全面貫徹呢個講法。即使佢幾極端都好，你都要貫徹呢個講法，因為你咁樣先可以凸顯出有方嘅方案太極端，唔係我方極端，而係你逼到我咁極端，你逼到啲人要瞓街，呢個係一個技巧，但係你哋係貫徹唔到，可能因為你哋自己都未想像到啲人點解要瞓街，我覺得呢個位係可以再去做得好啲。咁而對於正方嚟講咧，我會覺得係即係啱啱講話呢個 line 本身係有啲問題嘅呢個理解，我覺得其中一個就係因為比較太過點講咧，有時政府嘅講法咧係會錯嘅，因為當所有嘢都係跟住政府嘅 planning 去做嘅時候咧，其實今時今日應該零人住緊劏房，每一年政府每一屆行政長官。佢同嗰啲1200個人拉票嘅時候都話，我計劃咧喺任內咧唔知幾多萬個公屋，有邊一年係真係做到？如果佢屆屆都真係起到咁多個公屋嘅話，其實而家應該冇人住劏房，而家應該解決晒樓市問題㗎啦，而家應該人人上到樓㗎啦。咁所以點解減劏房？點解劏房問題咁嚴重？就係因為政府講嘢都唔做到。咁而你又用緊政府嘅願景嘅時候，你就會好矛盾啦，你就會好難受啦。對面講話5年內起咗19萬嘅單位，你點打？咁所以對於政方嚟講，其實最簡單嘅做法就係話，係咪真係起到先？起唔到點算先？如果要等10年嘅，佢哋係咪就喺呢個劏房、呢間細屋、呢間廁所都冇，通風都唔好，冇窗着咗火，消防員連破窗救佢都救唔到嘅單位度，等足10年，10年後未有足夠嘅公屋，再等多10年，係咪咁樣先？唔係咯。我方同意啊，係貴啊，但係萬一公屋起唔切點算啊？有冇保障啊？冇保障啦！而家點解？因為冇減劏房，因為劏房問題太過惡劣啦，住得太差啦。我哋要有一個保障俾我哋，所以我要減劏房，我要留條後路俾自己，我唔可以計到咁盡。其實你哋可以有好多嘅表達空間喺度。係咪我未等到就繼續住劏房？有方今日立場係橫掂之後咧就會夠公屋㗎啦，所以我唔使再減劏房啦。係咪咁樣先？萬一整唔切咁點算啊？萬一繼續燒死咁點算啊？係咪2年就燒死，2年一單，咪19年又燒死，21年又燒死，咁係咪繼續等落去咧？啲劏房戶等咗好多年㗎咯，你年年都係同佢畫餅㗎喎，年年都話幾年後就上到公屋㗎咯喎，唔係第一年㗎咯，今年係咪？咁其實你有好多嘅方法可以去攻擊嘅，但係如果你信晒政府嘅資料，信晒有方嘅咩5年內起都唔知幾廿萬，起到19萬個即係公營房單位咁樣，咁就真係死得啦，係真係好難打咯，我會話。即係呢個劣勢位你哋主動食咗咧，我至少喺呢一刻我真係未諗到政方可以點樣打，因為如果你同意晒政府嘅呢啲大餅嘅話，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真係要小心。咁第二個係現實問題咧，就係你話起始租金嘅問題。其實影響一間屋租金咧係可以有好多因素，同包括係你哋最想講嘅一個供應同埋即係需求嘅問題，同埋咁大家都知啦，即係如果好多人都想住即係劏房嘅租金自然會上升啦，係咪？冇乜人想住劏房㗎啦，咁就自然要平價咁租啦。咁但係仲有個好大嘅因素就係唔係淨係呢樣嘢咁，如果佢裝修咧？如果今日對面講緊唔係供求問題，唔係普通嘅市場調節喎，對面今日講緊嘅係突然個業主要裝修，要俾多10幾萬出嚟裝修，係咪？咁佢需唔需要收翻啲錢？佢需要㗎嘛？點樣收翻啲錢啊？就係要加租啦，係咪？就好似點解大家會想讀大學啊？點解大家會想讀大學？大學咁貴學費，係咪？讀完4年你爭政府幾廿萬？點解你要讀大學啊？因為你將來讀完大學之後，你覺得你嘅人工會高過讀大學嘅人，你要長遠嚟講，你會收得翻筆錢啊嘛。其實同樣道理都係個租金問題度。點解佢哋要加租？就係因為佢付出咗好多去裝修。咁呢個情況下，你就唔可以單講話咁我唔俾佢加啦，我唔俾佢加啦，唔可能嘅呢樣嘢係。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呢個算係一個比較
經濟學啲嘢啦，咁可能即係初入隊即係低方嘅同學都較難處理啦。呢樣嘢係可能自己需要再去睇多少少去了解嘅，係啦。咁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反方嗰個資料咧，我一個係有唔係反方個表達上咧，我覺得係我主要講負面啦。一副咧，我覺得你嘅我唔知係咪緊張，一開始真係太力地拎到爆，咁係佢就後面反而好啲嘅，即係有漸入佳境嘅情況出現。但係一開始真係太力咗，可能打比賽之前要亂一亂身先，即係講多幾次。尤其是我諗應該有啲係稿嘅部分嚟，即係係咪應該係實稿嘅一部分啊？定係前面嗰啲全部都係編輯圖嚟？稿嚟嘅有啲係咁讀稿上面打要流暢啲聽，唔單止係反方一副嘅，其實今日好多人我感覺你哋有一部分係讀緊稿嘅，但係都係好叻嘅。咁我覺得至少有一個位就係讀稿嘅部分讀好啲。咁而反方二副咧就真係唔好意思，但係一般嚟講咧口音問題我唔知嘅，但係如果知道自己有口音問題咧，係真係要讀慢少少，尤其是你嘅 present 係就算係喺香港出世嘅同學都唔夠膽讀兩，因為真係太兩啦。尤其是有個別嘅詞語出現咗好多次，我開始估到係咩意思。例如你講嘅公，我 get 到，我估你係講公公，但係真係太兩啦。我覺得至少prefrontal 嘅部分我都算啦，但係至少實到嘅部分係咪變係核心字眼嘅部分，真係要練到講得清。例如逼遷唔係北遷，咁呢啲變係你知道你一定會表達呢啲字嘅，係咪？你當佢係一個你當佢係 Harry Potter 嘅咒語都好，嗰啲唔係中文唔係英文，但係大家都會識讀嘅。點解？因為你當佢係一個發音嘅，你點都要記住一啲專有名詞嘅發音，至少令到評判捉到你少少部分，係咪真係讀慢啲？讀慢啲，寧願你近剩1/3嘅內容，但係至少1/3嘅內容係評判係聽到。咁喺個咬字方面都係唔好兩一個字一個字咁讀出嚟，真係要花好多心機入邊。因為我聽佢哋講，我真係好難記到乜嘢，真係聽得比較辛苦。咁我覺得呢個位係要去花功夫，真係要去花功夫。係啦，咁主要係咁樣啦，主要係咁樣。如果再有啲咩細位想問嘅話咧，都可以再講。好，而家。多謝，再請第二位天主教會有私立中學調隊老師李耀華先生。好，咁先講下我點樣諗呢個題目啦。咁啱先評判就俾咗啲專業啲嘅意見，咁似乎在座有啲同學都比較低年級，對於辯論經驗唔係咁多，我嘗試俾啲表層一啲嘅建議啦。咁我見到大家都開咗一個公屋嘅戰場去討論下上唔上公屋啊咁嗰啲嘢。咁本身條題目係冇講公屋㗎嘛，係嘛？咁本身嚟講就題目而言，個利處就係安全咗啦，呢個冇得否認㗎嘛，係咪？咁個弊處就係租金加咗咯，呢個都冇得否認㗎嘛。咁所以我喺你哋開公屋戰場之前咧，我會好諗你哋呢個利有冇覺得清楚啦？你哋嗰個弊有冇覺得清楚啦？咁我覺得對於正方而言，安全問題、人命問題呢啲道德上嘅嘢咧，其實係一個先天優勢嚟嘅。咁而我又唔係好覺得你哋今日就住呢個道德問題咧講得好多，人命問題講好多。咁反而咧更多係去到一二課去講啲咩咧？佢哋唔衞生啊，醫療開支增加啦咁樣。我覺得聽起嚟咧，你就唔係咁好去幫助對方啦，係咪？而家會燒死人嘅喎，燒死人一個都嫌多啦咁樣。即係我會覺得道德問題就應該用道德嘅講法，就唔好同佢鬥數字咯。係啦，咁呢一邊咧，評判剛才都講咗啦，租金上升係咪一個弊？係。咁但係租金呢樣嘢放喺人命面前，好
好似又唔係咁好聽喎，好似人命緊要啲喎，係咪？咁所以去到你哋嘅後邊部分咧，就開始講到咩咧？尤其係結別嗰個位，就終於出到啦，就係話你哋想佢住得好，有呢個利處，但係我哋見到個弊處係佢連住都冇得住，咁點樣享受到呢個利處咧？咁呢嚿嘢冇得住要瞓街係你哋最大嘅弊處。咁所以其實我喺你哋嘅主嗰邊係 get 呢個意思嘅，一副都 get 嘅。咁但係你哋冇一路推到嚟呢個位，即係有方同學，你今日想佢哋瞓街，咁你係咪覺得瞓街係一個利處咧？嗱，我覺得可以用下呢啲嘅辯技啦，去逼下佢，放大翻你哋本身講嘅嗰個弊，瞓街喎。嗱，瞓街同人命咧，嗱咁就有得冚過啦。得唔得？咁嘅話，我哋先再開個公屋嘅戰場，我覺得會比較好。OK。咁一開公屋嘅戰場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對於正方嚟講咧，就唔係咁有利處㗎啦。咁因為大家而家都知道公屋咧就好緊張嘅，即係你唔好講話過渡性房屋俾呢啲極端嘅簡學房用戶啦，即係就算係連一般嘅人正常排公屋，其實都排唔到咁滯㗎啦。個輪候冊係爆到叭叭聲嘅。咁所以呢啲數據上面咧，理論上反方係比較有利嘅，即係哪怕正方你出幾多話政府未來興建幾多都好啦嚇。其實反方你大開講，而家公屋輪候冊係幾多人啊？係咪？即係等等呢一堆嘅數字執埋佢，咁好過你喺一副二副就走埋佢。有方同學你有冇數字啊？你問佢有冇數字，咁咪答翻你嗰堆數字有啊，政府 plan 做㗎嘛。係嘛？咁而家嘅問題就係你同我都知道個 plan 都做唔到啊嘛，即係明佢都講咗，咁點樣 show 到你 plan 都做唔到咧？喂，而家咁多人喎，幾廿萬人輪緊公屋，你起都起唔切啦，我俾你做到，你都上唔到樓啦。你係要帶出呢個意思，咁你先至叫做徹底摧毀咗佢。咁你而家只係問下佢，叫佢解釋多啲咧，咁喺辯論場上呢個未係達到摧毀對方，即係負面嚟講，攻擊力係夠嘅。咁另外，剛才評判都係講到嗰個離題嘅問題，即係正方離題嗰邊，咁就話到，咁其實你都上咗公屋啦 ，OK， 即係正方嗰邊咪你話上公屋先，有過渡性房屋，咁其實評判剛才都講咗，咁呢個利處係由公屋帶出，咁住咗上去就唔會再出翻嚟㗎啦。其實反方去到自由辯論個環節咧，係好明確睇到呢個信息嘅，喺結別都有再重申一次，我話喺後場係能夠挽回呢個局勢。但分數咧，我成日都我自己都唔知道俾你邊個贏，咁總之我嘅説法就係喺後場挽回到啦。咁但係如果你哋能夠更加早發現佢哋離題呢樣嘢咧，咁就更加好。就唔好前場慢慢同佢糾纏，你有租金會唔會上升？係，租金係講瞓街係要講，咁但係佢離題呢個更加緊要啲喎。我覺得係咁樣，得唔得？即係你證明瞓街係建立你方嘅論述，佢離題，你係摧毀緊佢嘅論述，係唔一樣嘅，得唔得？好，大聲好多，唔該。第4屆希星中學辯論邀請杯第3輪小組賽，辯題係港府推行減學房規管制度利大於弊。宣佈賽果之前，我哋會先宣佈本場最佳辯論員。本場最佳辯論員為反方結辯冠曉星同學。接着宣佈本場嘅賽果，本場賽果係0-2，由反方明愛莊月明中學勝出。本場比賽就結束，感謝上各位出席支持，再見。
將一間3年嘅堂因為佢個面積已經少咗一間。第二樣嘢，原本3間單位係細單位，你一劏3年咧，可能大。咁個租金少咗一分啦，如果係3個住戶交租同2個住戶租金換緊，我哋係個倍咯。第三樣嘢，裝修費2個人分，辛唔辛苦啊？都辛苦。所以唔係淨係話嗰陣時細單位裝修費，而係要每一個可能3平方米變成8平方米，下限係咁最平嘅租金。所以唔係淨係話裝修少少，對於最平嘅單位，你係自把自為，當你將成間屋嘅面積翻咗嚟，佢哋需唔需要先講呢個數？咁所以係咪一句話補貼，或者一句話唔俾加呢個？我而家個業主要幾多？呢個唔係我而家個資料控制，你唔清楚。係呢個鏡頭睇下先，過嚟睇下。佢好似係停咗，好似停咗。